小小年纪，客语也能说得很流利。这是屏东长治乡长兴国小成立的客语广播社，可以让小朋友从中学习道地的生活客语。我们希望有更多的孩子能够用母语来交谈。那透过广播呢，尤其对孩子们来说，他们是非常的新奇的。我就觉得广播不仅可以让我吸收知识，然后也觉得客语很好玩，所以想进去尝试一下。客语的一些歌谣或是一些语句，听起来很好玩。好玩的广播内容让孩子们学起来更有趣。我身为一个客家的小孩，然后我现在会讲那个客语，觉得很开心。要说一口标准的客语，就跟着老师一起去上正音班吧。小朋友，我们到2楼去上课，上下楼梯大家要小心哦，太搞会声音哦。不枉地不逆，使爆的，使爆的，哦，没有，黑丝豹的喊喊，黑丝豹的喊喊。上母语课哈，我觉得我很坚持，完全用客家话来上课，除非小孩子不懂，我才会翻。透过广播训练，除了提升客语能力，也让小朋友们更能掌握客语的精妙之处。上课喽！大家愛聲喲，大家愛聲喲，大家愛聲喲。